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吉祥如意，万事如意。阿弥陀佛。今年新年的时候，首先问候大家，大家好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平安，事业顺利，一切圆满，修行佛法上面的智慧跟福报越来越增长。今天我在这里，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宁玛派文思修佛学会喇嘛仁波切中心，也是今天新年的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供佛的一个准备的日子的时候，特别所有的全世界的人，台湾人、西藏人，特别文思修的弟子、学生，还有我们佛党的所有出家众、喇嘛仁波切们，吉祥如意，大家好。平常是时间越来越过，那就是无常，越来越老。这个是佛法的角度。平常修行来讲的话，时间越过去，就越不好这样。但是娑婆世界，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吉祥的观念，每年新年出现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做吉祥如意啦，万事如意啦，长寿健康啦，过去的事情已经圆满啊，过去的业障岁末除障的时候清掉了，以后呢业障恶业越来越少做善事，上供养十方一切佛，下布施众生，特别利益一切的众生，还有老人、病人、穷人等等，上二道为主的众生不变，利益的事情越来越厉害，还有自己的生活上面越来越吉祥如意，对三宝尊重，对爸爸妈妈、老师不变，要礼貌、尊重、孝顺。特别是每个人的工作事业，希望能够非常的顺利。目前人间的福报的来源，要赚很多的钱，大家都要赚大钱，大家都身体健康长寿。出世间法来讲的话，大家就是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在佛法上面越来越进步，要方便跟智慧充满，慈悲的心来度一切众生，早日成佛。这样，早日成佛的意思是达到究竟的长寿，就无生无死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可思议，永久长寿，西方极乐阿弥陀佛或者长寿佛一样，终身离苦得乐，成就成佛不变，是叫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这样。但是终身目前人天福报健康长寿的时候，跟以后成佛永远度一切众生安入极乐净土的时候，就是叫长寿无量佛，功德无量无边，事业无量无边，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非常的吉祥如意圆满心里面想什么得到什么，
享受圆满，一切平安，吉祥如意。外在的地震、水灾，还有最近有很多的传染病，这些外的问题，内的这些贪嗔痴嫉妒慢，或者无明烦恼，众生的业障分别，这些也是希望赶快要清净圆满，吉祥如意。所以娑婆世界非常非常的平安，这个国家跟国家的那种战争灾难也停掉，不可以有灾难。还有每个国家里面的内乱也是停掉、清掉了。还有因为无常的缘故，很多地方末法时代的时候不安全。所以大家非常的安全，特别不要有横死，不要有传染病，不要有不吉祥的，一切吉祥，一切如意，一切圆满，长寿无量佛，长寿无量佛，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祝大家吉祥如意，新年快乐！